身的时候，我会想，如果一切突然停下，来不及说完的话，会不会变成惩罚？新闻一则一则播，提醒世界多脆弱。一笔秋露这样回答，恐惧来自想象。当你存在，死亡不在，它没有位置登场。没有感受，没有经验，就没有痛能留下。你害怕的不是结束，而是故事说不完。如果没有谁在承受，那又怎么叫折磨？把未来拉回此刻，心就慢慢安稳了。我在的时候，死亡不在，死亡来时，我已离开。没有经验就没有痛，恐惧只是误会，死亡与我无关。所以今天，我可以安心地活着。现